汉堡哦。用诶，我推荐嘅传糖有好生哈。有啊，可以世界强中意大利面真好吃呢。嘅家下食咧，俺都吃料理，唔最中意哪一吃料理啊？我最中意嘅对我点嘅猪肉面啊。哦，我係唔好食豬肉啦，我係較好食強中。哎呦，你推薦嘅傳糖哦，真好咧。因為我就同好食米食啦。你漢拜哦，加推薦第位點俾我好冇？好啊，冇問題啊。唔但將一搭嘅啊，迄個蔬菜我沒有同到推薦嘅傳糖哦。你都配嘅蔬菜咩來試看啊？等下，呢幾片你會付午餐冇？唔會啦，我等下卡做到再去冇要緊啊，反正條街又唔會啲幾片種的，冇相干啦。好啦，用都天天。排先，我叫天花。好。啊，拜託啦，我條街打天花來啦。夾接呢來。喂，條街。喂，阿飛啊。我一下數條巷，有一份文件，想要請你讓我對一下，你一下有閒讓我拿資料冇？條街一下有啲唔方便，我會夾天順處理。一下你冇啲辦公室係冇？係啦，我最近我會食飯，唔過我一下幾件事睇咧，我再去辦公室咧。我一件事情有得急喎，麻煩你到辦公室請我討論。好，冇問題，我哋咧。我條街我趕腳再去啦。條下唔使講踩出嚟唔得。唔過我一下幾件買咧5分鐘嘅休困嘅時間咧，我趕腳再去咧，跟住下出嚟我生意哦，我先走了哦。好啦，讓睇到我生意第位嚟哈。喂，阿弟冇？阿伯，你好哪？冇啦，我根本就閒啦，每日有閒冇，等下叫我來運通啊。我想食飽啊，天天呢。係咩都食飽啦？我同你講，我去食間傳糖哦，真好食，你係咪叫我食啦冇？這是好哩，係有好食嘅，我全做得。不過，唔知咁咩想食飽天天，還臭我去運通。冇啦，我係講哦，下晝4點啦，都係要報嘅哦，好冇？做得咯。要下班過後啊，6點做得冇？4點大家就愛上班啊，要好點用我咩早餐唔得啦。6點可能停假嘅啦，我還有事情，冇所謂，喊你擺張落去哈。俺有咩做得啦？這個建議，喊擺要做得要約哦。俺呢，俺張做得讓你叫我去呀。對啦，好咯。等來了哦。哇，看到真嘅係有些好笑誒，係講啊，像個難事嘅時節，接到條架嘅天花，真嘅呢會戳下驚，馬上啊，你的皮就繃得好緊的感覺，對不對？好的啦，呀條架躺起來冇動見咯，冇啊呀阿飛，可能就會本人罵咧，哎呦就當財哥咧。好啦，佢生下來呢，你來看一下。條路嘅時節，係講比方講條路時節接到天花，大家都會用呢條嘅機嘢來使用呢。佢一下就夾來看兩條好食嘅東西了。第一呢，我教大家就係電話接聽的相關用語。今日呢，一開始我教大家呢就係接天花，也就是接電話，當然係唔係東無限七七都有東東嘅天花可以接呢？故說啊，也接天花，可能就係硬寫不動作，也條路重要之一了。接下來呢，我做啲講義咧，也主持講，我接電話，我接天花，我接天花。其中我注意呢，就係呀接一隻字，聽錯呢，我老人轉順 M 起來，接我接天花。比方講有上司啊，你啲老朋友打嘴鼓，東歡喜啲講話嘅時節，叮鈴鈴，天花來咧，唔會做得講啊，抱歉，我接電話。
客家话会用办讲呢？排泄爱食天花，排泄爱食天花。南西人会用办讲呢？快些爱食天花，快些爱食天花。抱歉，我接电话。其实亚句话要同接上来用哦。接下来呢，唔咩呢？你做得向下来学习有关电话交办事项的用语。有哪条呢？第一呢，我教大家就是拿资料。客家话会另外讲拿资料，拿资料。拿资料，其实呢，伫条路当中同接上来用哦。竟爱老马啥向下来拿资料呢？做得来学习跟我拿资料。老爱拿资料，老爱拿资料。南西人爱用办讲呢？吞爱拿资料，吞爱拿资料。当好哦，今日下面做得讲入来呀时间，比方讲，有空跟我拿资料吗？有喊老爱拿资料么？有喊老爱拿资料么？南西人爱用办讲呢？有限吞爱拿资料么？有限吞爱拿资料么？当好，接下来呢，甲下有讲到讲入时间，就做得讲，你现在有空跟我拿资料吗？呀哈有喊老爱拿资料么？呀哈有喊老爱拿资料么？南西人爱用办讲呢？呀哈有限吞爱拿资料么？呀哈有限吞爱拿资料么？大家都讲的当好呢，佮再过来，你来学一下电话办公使用用语，有哪一条？比方讲，你现在呢到了办公室，到办公室，客家话要怎么说呢？到办公室，到办公室。今日到办公室要找谁呢？找老板，还是找同事，还是找你，还是我呢？你就做那个到办公室找我，到办公室请我，到办公室请我。几样时间啊，都来办公室，你会做哪条嘅事情？可能呢是到办公室找我讨论。客家话应用办公呢？到办公室请我讨论。到办公室请我讨论。接上啊，都会用到亚句话，比方讲，我同事、我头家讲，到办公室请我讨论。到办公室请我讨论，错冇啊？佢唔做得呢，咪用較有禮貌嘅方式哦。麻煩你到辦公室找我討論。麻煩到辦公室請我討論。麻煩到辦公室請我討論。哇，唔知大家都好鬼忙啊！今日啊，好嚟按到嘅記嘢，大家有幾多呢？係講呢，係啲條路嘅時節，有人打電話，家下啊嘅記嘢就做得用下來用了。佢前面呢，就帶領大家來複習一下今日學到嘅客家話，多練習幾擺，
其實啊，就會進步當多。下一擺啊，就用野條嘅客家話打電話俾我嘅朋友、我嘅頭家，也係所有嘅人了。接下來，你呢就共下來複習。